过来消息来看后，各位特别过年咯，今年是休9日咯，1月28就开始休。交通部高速公路局今仔公布春节国道疏运的计划，代替个高铁哦，1月23到2月初3拢有开加班车。高铁是加开360班车，代替哦加开302班车。高铁个代替过年的车票，拢会伫12月2日返点开始卖。搁一个月的时间就要过年咯。根据行政院公布的行事历，过年连假自新历1月25开始至2月初2连假办9日。为着要加强疏运，交通部高公局有鼓导南方向民众以回乡团圆甲旅游为主，新正初1至初3车会上济，因若上北车上济的时间会集中伫咧初3至初5。嘛，因为连假伫咧过年的前3天就开始放，高公局有鼓导南车站的分线较袂塌，是针对上北的车站公布高承载管制措施。是国1、国3的北向的高承载是在初3跟初4这2天，每天的下午的1点到6点，就是最尖峰的时段。那路段的话，是国1的北向下营系统到头份，跟国3北向的关田系统到竹南。但是国5北向的部分，这次是从初2到初5，也就是1月30号到2月2号。那每天的也一样，也是下午的1点到6点之间。交通部嘛呼吁民众，若是打算伫新正初3至初5要塞车上北，建议南部的民众透早9点进前就要出门；若是中部的民众是建议中昼12点进前出门，嘛会使尽量利用第61做高速公路的代替道路，避免塞车。北向的高承载包含初3跟初4哈，这个是交通量比较特别的部分。那所以我们搭配的暂停收费措施的话，就是初1到初5哈，并不是整个连假哈。最主要我们是考虑哈前面的话的这个南下的部分，或者整个国道交通状况是还不错的。高公局嘛鼓励民众通加运用大众运输，高铁和台铁拢有规划疏运措施。高铁自1月23至2月初3有加开368班列车，因若台铁是加开302班火车。民众若是要订车票，高铁是自12月26零点开始卖，因若台铁是12月26至28分当西路线开放，予民众订票。记者卢尚祖、郑俊友台北报道。